你好，歡迎嚟到分娩前後期綜合服務計劃 CPSP。我叫 Jenny Lee， 我係 CPSP 嘅計劃主任。如果你有 Medical 白卡同埋而家有咗 BB， 你就可以免費加入呢個特別計劃，幫你同 BB 保持健康。CPSP 係一個專門為孕婦設計嘅計劃，會從你有咗開始到 BB 出世後1年。無論你係第一次生 BB 定係之前生過，都唔使你自己一個人安排晒。我哋有成 team 人，入面有專業醫護人員同關心你嘅人，一齊幫你同 BB 有個健康嘅開始。等我介紹下 CPSP 有啲咩服務啦。我哋嘅計劃唔單止有醫療服務，你仲可以攞到以下嘅幫助。有營養師幫你養成健康飲食習慣，記錄體重，仲會幫你聯絡逼資源。有健康導師教你懷孕期間注意事項，生 BB、餵奶，仲教你點樣照顧 BB。有社工可以幫你揾屋、申請托兒服務，仲會幫你填 EDD 表格。有 CPSP 嘅心理輔導員會幫你處理情緒、壓力或者生完 BB 之後嘅低落情況。仲有 CPSP 針灸 team， 如果醫生建議，仲可以免費幫你做針灸。CPSP 每一部分都係為咗照顧你、照顧 BB， 令你安心。準備好未？快啲打電話報名參加我哋嘅簡介講座啦！健康媽媽、健康寶寶，我哋喺呢度支持你嘅每一步。